2024年的大选，除了总统之争，不分区立委嘛是大家注目的焦点。讲民进党的不分区，昨暝已经大约确定，包括立法院长游锡堃在内，有8位现任的不分区来连任。国民党是延到19号才要来公布名单。若民众党特别介意到前立委黄国昌，讲郭文铁毋若想要互伊做法务部长，嘛想要甲列入不分区。郭文铁讲，因为社会太无正常了，所以不得不都要用黄国昌。这个社会目前实在是太不正常了，所以不得不用黄国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伫做事场合，搁再讲话，互人踹一下。好心加抓伤罪哦，你不得先那个课章先拿出来喷一喷呢。柯文哲主席的这一番话并不是在讨论人事而是在凸显现在台湾在司法改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延宕。想要当一个总统或者台湾的领导者我觉得应该展现更正面、跟全面的、全方位的一个思考。前立委黄国昌、郭文铁若想要互伊做法务部长，各国那边被点名列入民进党不分区的安全名单。是讲除了民进党以外，民进党不分区名单传出伫昨暗就已经决定。陈时中还在安全名单。我的记忆没那么好。之中，因为大家就是讨论比较多那今天每个人都讨论很多了。昨暗不分区提名小组的会议，针对名单做最后的确认，包括政管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在内，现任总统备委员继续留伫安全名单，立法院院长游锡堃也在内。我现在讲都还太早了等到这个确定以后再讲。原本预定要伫明仔中常会公开不分区名单的国民党，为了配合南北合相关的协商，改期延到19号才来公布。争取政党票，每一个阵营拢做好准备。关键的不分区名单，这礼拜就会知影。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